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传道书2章1到17节，在这段分享当中，这位传道者，这位有智慧的人，向我们分享他自己经历的故事。过去他也曾经想要借着享乐，想要借着快乐来得着人生的满足，但他很快就发现一切都是空虚。于是他开始辛勤的工作，他想要得到他辛勤工作所应得的这些结果和收获。到后来，的确就像华人所说的五子登科，我要什么有什么，我为我自己辛勤所耕种的得到了收获。但是又怎么样呢？然后呢？他发现他不过，如果他是个君王，他也不过就像过去那些君王一样，拥有的是一样的，并没有什么新的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他感受到人生又是虚空，继续探寻人生的意义，再次回想智慧愚昧的关系。他发现智慧仍然比愚昧来得好，智慧仍然比愚昧在处事上在思想上，在各样的方面来得好。可是智慧跟愚昧的人都有一样的限制，就是每一个智慧人跟愚昧人都必须要面临有一天会死亡。如果我一生活得有智慧，最后也是死亡；我一生活得很愚昧，最后也是死亡。那到底我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呢？对这位智慧人所分享的来看，就如同他所说的，一切都是虚空。所以他在17节说，人生对我没有意义，太阳底下所做的一切事只使我烦恼，一切都是空虚，一切都是捕风。的确，人在一生当中就好像一个被创造的器皿也好，或是物品也好，只有创造它的，只有使用它的，才知道它的功能，甚至才知道它的意义。所以这位创造主，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像是一个器皿被放在那里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功能，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，我们应该如何被使用，我们怎么活出我们的意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早上，我们要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，在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愚昧还是有智慧的人生里面，我们要来寻求这位赏赐意义的主。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一起为这样的事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透过你的话再次让我们思考。主啊，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智慧，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些智慧有什么样的意义，我们有这些智慧，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活在我们生活跟生命当中。主啊，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天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智慧，寻求主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向我们揭示你对我们生命的意义，你对我们生命的心意。主，谢谢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每一天读经的时候，我们都要遇见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主的智慧与你同在，愿上帝赐福你。